好多人咧就以為揾一個人幫你安裝個充電樁，充個電啫嘛，有乜嚟幾難啫，係咪？咁但係真正嘅性價比唔係你花幾多錢去買個充電樁裝充電樁啊，而係你用你嘅錢換咗翻嚟幾多嘅價值。買電動車嘅人咧，一定會計一筆數嘅，車價啦、電費啦、保養啦，加加埋埋到底係幾多錢？90%嘅車主都會計錯一樣嘢，就係充電服務嘅性價比啦。供電充一充有個月費計劃嘅，我哋最平嗰個套餐係680蚊嘅充一充月費計劃，你得到嘅唔單止係一個充電樁，而係零機價、零安裝費、零按金，慳咗起碼2萬至3萬嘅安裝費啊！你又可以得到24小時智能嘅監控，安全價值無法用錢嚟衡量，而且我哋係唯一一個全港僅有嘅沙系統嘅運維網絡，為咗有人收過時又可以升級，低谷咧就自動幫你充電，每一年慳翻好多電費嘅。我哋計一筆數啊，簡單嘅吓。喺商場快充一次150蚊至200蚊，仲要搭上個排隊時間、揾位嘅精力。我哋嘅月費套餐好簡單，最平嗰個680蚊，你揸車翻屋企，將個充電槍插落去架車度，你就可以翻屋企瞓覺噶啦。每一日慳多時間陪你屋企人啦，慳多精力，唔需要周圍去揾充電樁啦，充電揾光電30秒搞掂，想用最少嘅錢，最多嘅享受，留言俾我啦。我係光電嘅老兵哥，有咩事私信我。